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rry。咁今日 Terry 咧又再次嚟到江門嘅碧海銀湖別墅呢邊啦。咁今日過嚟主要係同大家要推介翻一個筍嘅單位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130平方已經全部都賣晒㗎啦，但係咧不需要擔心，今日要特別推介一個170平方，亦就係130平方嘅放大版，但係價錢咧只比130平方貴40萬嘅啫。佢嘅價錢就係275萬嘅一個最終一口價，比起之前所買嘅320萬嘅價錢咧係平咗成40-50萬嘅嚇。OK， 然之後今日睇嘅咧就先睇130嘅用板間，因為170係放大嘅，落嚟再睇翻170嘅一個毛坯單位啦。咁而家呢個位置就係130 2樓一個空中連廊嘅位置嚟㗎嚇。170嚟講咧就係呢度會再大20個平方左右。咁呢個走廊位咧，亦都可以望到出面嘅湖景啊嚇。咁170平方咧，湖景嘅一個距離咧，就比130嘅再闊多20米嘅距離，所以望出去係更加靚仔嘅嚇。大家亦都可以喺2樓咧望翻下面嘅位置。130平方咧就可以停低一部車嘅一個位置，170咧可以泊到2部車，而且170嘅門口咧仲有停車位，呢一個係比130再多出2個停車位嘅嚇。咁呢一條就係正常我哋一個走廊或一個盡頭啦，去做翻個吧台望出去嘅嚇。OK， 然之後先入嚟先睇埋佢2樓第一個房間先。第一個房間都係個套廁嚟嘅嚇。咁我哋嘅第一個房間咧就類似我哋正常住宅3房嘅主人間啦，雙人床去做3邊落之餘啦，仲有一個大衣櫃可以俾到我哋嘅嚇。咁你都可以見到啦，我哋房間嘅景觀亦都非常之靚仔。基本上用咗整面牆嘅落地玻璃嘅設計，望出去30米嘅距離都係我哋嘅湖景。咁170嘅咧就係最差唔多放大咗1倍嘅啦，60-70米都 OK 嘅嚇。就係一個套廁嘅我哋嘅主人客房啦。咁第二間就係我哋嘅主人間嚟嘅。哇！呢個主人間真係不得了。但呢一排過嚟就係我哋女主人嘅一個梳妝台啦，加埋後面呢一排嘅大衣櫃。哇！呢一排嘅衣櫃嘅收納空間咧，比起我哋150平方嘅主人間仲誇張。咁面前對過去就係我哋嘅巨幕，類似睇電影 IMAX 嘅感覺啦。全部都係我哋嘅湖景，係非常靚㗎嚇。咁呢邊嚟講，其實碧海銀湖嘅性價比在邊度咧？就係而家佢係做到2層嘅示範單位啦。到時我哋自己去買嘅時候，去裝修嘅時候咧，去做翻3層半㗎嚇。咁2樓主人間啦，除咗一個浴缸啦，然之後都有一個洗手間，公室分離俾到我哋嘅。即係我哋2個房間咧，都係有2個洗手間俾到我哋嘅嚇。OK， 呢個就係我哋2樓嘅位置。咁3樓咧就通常我哋業主買完之後啦，會加多大概半層左右啦，因為你唔可以全部都做嘅嚇。呢係一個建設嘅問題啦，就係你去做翻3層半嘅一個建設。咁1樓啦，落嚟其實呢度一間房嘅嚇，呢度係做一個打通嘅示範一個後果。咁其實我都建議我哋好多業主咧都去做翻一個打通嘅。因為你一打通，你睇到我哋呢個廳足足有成14米嘅距離，咁170嘅咧就要比呢個廳要多出40個平方，係非常之誇張嘅嚇。加埋我哋後面攝影師嘅後面有一個洗手間嘅，即係我哋2樓有2個洗手間，1樓咧都有2個洗手間，一共有4個洗手間俾到我哋嘅嚇。OK， 然之後睇埋我哋出面比較多業主中意嘅一個點啦。就係我哋碧海銀湖咧，130同170都有前後雙花園㗎嚇。咁花園啦，後邊你亦都可以做埋我哋2個溫泉泡池咁樣，可以容納到8個人溫泉水入戶嚟呢邊去浸溫泉㗎嚇。咁落嚟就係我哋一個碼頭所在嘅位置啦。咁170平方咧，佢就將我哋後花園嘅多出嘅面積咧延伸到呢邊過嚟，你可以將我哋溫泉泡池啦，可以容納到14個人㗎嚇。OK， 嚟到我哋一個碼頭嘅位置，同大家講翻，其實你唔單單可以做3層半嘅嚇，講錯2層半，即係仲有一層喺邊度咧？就係呢度，呢度下邊你亦都可以做一個負1樓我哋嘅多功能影院廳啦，或者係我哋嘅酒櫃啦，一個入口嘅咁面積嚟講差唔多圍到80個方，我哋好多業主都係咁樣去打造嘅嚇。咁呢邊就係我哋一個碼頭嚟嘅啦，我哋可以用我哋嘅船仔啦，我哋買翻我哋電動啦，或者燃油機啲艇仔啦，可以喺出面一路玩搭出去出面嘅大海都 OK 嘅嚇。我哋有啲業主咧買咗啲遊艇之後啦，間中下嚟呢度辦下 party去出去度玩都係冇問題嘅嚇。咁130平方咧，
個價錢咧就以前賣就220萬左右，所以呢個170平方嘅特價單位咧，你只需要俾多40萬，275萬就可以買到一個170平方噶啦。個單價圍到嚟比我130平方仲要平㗎。然之後我哋出去前花園嚟睇下先。OK， 前花園啦，其實130有一個禁格嘅地方，就係我哋有部車咧就要泊喺呢邊嘅，因為出邊你係唔可以泊車嘅嚇。所以呢個裝修嘅示範單位咧，呢邊嘅娛樂部分你可以忽略㗎啦，因為你一定有部車泊喺呢度嘅。然之後呢邊嘅話咧，我哋好多業主會選擇將溫泉泡池咧整一個喺呢邊嘅，即係前花園有一個，後花園整翻一個啊，咁樣就前後花園都有兩個溫泉泡池㗎啦。咁庭院呢度啦，都有一間獨立嘅大迷洗手間嘅套房俾到我哋㗎嚇。咁呢邊嘅房間就比2樓第一間仲要大嘅，你可以作為一個安靜獨立嘅長者房啦。三邊落啊，帶埋我哋公室翻嚟嘅洗手間。咁而且呢邊嘅話會有一個細型嘅露台俾到我哋㗎嚇，即係比較採風透風都比較好啲㗎嚇。OK， 然之後出嚟出面同大家睇下個出面點解話比起180會輸少少嘅原因啦。咁整個大門咧都係非常之大氣嘅。嗱，因為我哋130出到嚟啦，就係我哋嘅街景嚟㗎啦，所以你要泊車嚟講咧，就可以臨時泊車，唔可以長期泊喺呢度嘅。咁落嚟我哋就去睇翻170平方同130嘅簡單對比。咁170咧就冇做示範單位嘅，我哋好多業主咧都係中緊收施緊工，就唔可以入去睇㗎啦。所以簡單俾大家睇一個簡單嘅毛坯單位，好嘛？一齊去睇下先。咁而家嚟到170平方嘅，一可以見到我哋出面嘅街咧，170平方嘅門口都要劃翻我哋自己專屬嘅車位嚇。而家入去睇睇個內籠同130平方做翻個簡單對比先。嗱，你可以見到個庭院係非常之誇張嘅，比130平方仲要多出50個平方啊嚇。咁一模一樣啦，我哋前花園咧都有一個獨立嘅客房喺出邊嘅嚇。嗱，你可以作為一個簡單嘅長者房啦，入去睇睇個內籠。咁呢邊嘅客房就同130就冇任何區別，一樣嘅 size 嚟嘅嚇。嗱，呢度就係我哋前花園嘅部分。啊，我哋好多業主啦，中意喺前花園咧整翻個魚池啦，或者棋牌室啦、沖茶室都得㗎嚇。客廳嘅部分，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狀態就係我哋嘅房間未拆嘅，同130平方拆咗房間係一樣嘅 size。嗱，你基本上你將呢間房作為一個獨立嘅房間就得㗎啦，唔需要去喐佢嘅嚇。而且呢間房咧望出去嘅景觀仍然都係我哋一個睇到湖景嘅。然之後嚟到我哋後花園嘅部分。嗱，後花園呢邊你望出去咧，我哋嘅景觀係好好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係比我哋130平方嘅樓間距仲更加闊嘅，而且望到我哋嗰邊就係我哋售樓中心嘅部分啦。嗱，咁除咗1樓我哋有一間房間之餘啦，咁呢邊就係我哋1樓嘅公共嘅洗手間嘅部分。咁所以喺170平方咧嘅1樓係一個穩穩定定兩間房，你唔需要拆佢嘅嚇。然之後我哋就慢慢行到2樓嘅部分，因為呢度就係毛坯狀態，要小心啲嚇。嗱，上到嚟嘅左手邊先嚟睇睇第一間客房先，2樓第一間都係有獨立嘅洗手間啦，咁同埋呢個房間嚟講都係可以擺到1.5米嘅雙人床，然之後望出去都仍然係我哋一個湖景嘅位置嚇。咁因為呢邊就係毛坯狀態啦，啲玻璃望出去可能有啲少少污糟嘅嚇，就同130平方望出去冇咁清晰。嗱，過到呢邊，咁其實前面呢個玻璃就係我哋對裝修咧拆咗佢，作為一個門嘅位置，就可以行出去空中庭院嘅位置啦。嗱，咁呢邊就係我哋整體嚟講嘅主人間。咁170平方咧係將呢個騰出去，將出面封咗，所以個感受嚟講咧就會開揚好多啦。你可以出嚟睇下呢邊嘅景觀。若果你唔拆咗佢咧，就單純作為2樓嘅露台咧，就會比較舒適啲，有一個飄窗露台嘅作用啦。咁如果你想好似130平方嘅示範單位咧，就可以將呢度封咗佢，作為一個巨大嘅主人間。
咁呢邊就係一個我哋衣帽間嘅部分啊，或者你可以作為一個浴缸啦，或者係桑拿房啦，亦都冇問題㗎嚇。入到嚟咧就係我哋一個獨立超大型嘅洗手間啦。OK， 咁呢邊就係我哋而家最新嘅，亦都係最平嘅價錢，一口價275萬嘅一個170平方㗎嚇。咁只有呢一間嘅啫。咁若果你想揾翻我哋去幫你裝修咧，亦都冇問題㗎。咁個裝修嘅價格啦，根據翻我哋之前好多業主130平方嘅裝修價格，加埋個地下室，加埋3樓有一個細型嘅房間，即係 total 有3層半㗎啦。個裝修價錢大概喺100萬左右啊嚇。咁呢個價錢就視乎你自己點樣裝修㗎啦。如果係簡單裝修，我哋嘅水電啦，全部都走好晒嘅。咁地下啦都會幫你搞一個新風系統，同埋我哋嘅多功能影音室啊。咁全部嘅硬裝都幫你搞掂埋嘅，衣櫃都係定做埋嘅，係呢個價錢嚇。咁基本上嚟講，你用翻呢個價錢嘅裝修同埋呢個總價嘅別墅嘅價錢咧，係非常之有吸引性嘅啊！因為你想揾翻一個身體資源咁好，而且去港珠澳大橋1小時咁近嘅一個地方咧，別墅係好難揾到㗎嚇。咁同埋啦，我哋公司其實都推出一個服務，就係話，若果你揾翻我哋公司嚟買咧，我哋公司可以回贈翻我哋嘅佣金俾翻我業主㗎嚇。因為其實嚟講嘅話，我哋所謂嘅福利都係為我哋業主服務㗎嚇。咁詳細嘅情況啦，可以聯繫翻阿 Terry， 我哋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打電話都 OK 嘅嚇。我哋有專車服務喺香港、澳門帶你過嚟睇樓嚇，24小時等緊你。咁今期視頻咧就到呢邊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等你嘅電話，拜拜。